福音21章1到11节。好，传道来读，我们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好，传道来读，可能版本跟你们不太一样，是可以读你们的。来，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进了橄榄山的伯法其时，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会立刻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解开他们，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那人便立刻让你们牵来。这事发生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要对西安的儿女们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牵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的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牵了驴和驴驹来，把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许许多多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呼后拥的人群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至高无上的和散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耶稣已经到人生他在这世上要完成最后也是他最重要，他一生中活在这世上的命定，就是他要走上十字架，拯救我们人类的这个道路上。他今天就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城，这个城是一般能够朝圣的城。好。我们知道耶稣的结局，看着一般人看起来，以人的身体的生命，他的结局已经定了。从神的眼光也是，他就是要走上这一条受难受死的路。那么这条路有盼望吗？我们最后要走到哪一条路？看起来我们的结局好像也是定了，而且我们离这个结局，每个人都一样，是越来越近，越来越快就要来临。只是有的人可能1天，可能1个月，可能10年、100年，但我们结局总是定了，我们都去同样的目的地。但是我们有盼望吗？我想今天耶稣透过这段经文要来告诉我们。好，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是什么花？太阳花，我们可以想到什么？看到太阳饼，我们就觉得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笑，因为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专业的人，这个经济学的博士。他呢，把他肉眼，他是专业的哦，他想要来为福茂来这个背书这个说帖，但是呢，他肉眼可以看的本来是这个什么，是这个太阳花，他把它看作是，不是我看作菜龟哦，是什么？是迄个太阳花看作什么香蕉我们就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好，就觉得很好笑，心情就觉得就笑话一桩这样子但是呢，我相信这一位教授，当他想到香蕉的时候，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不会想要吃香蕉了，因为他想到香蕉就是应该饿我应该把酒写到去搞掉上面回怎么会发生这么糗的事情，而且还不断被人家讽刺所以这个记忆，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我们的记忆，只要我们呢不注意的时候，外在的一个刺激，总是可以来启动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会记得那个情绪，可能是笑的，可能是惊吓的，可能是什么
所以有人说，如果你不去探究，好好的去面对你的这个情绪的话，或者是记忆让你不敢想、不想想，你有没有过那种不想想的？想到很多，每次想到说，看电影看到结局，不要想，不要想，翻到最后，你翻到最后结局，我看结局哈，因为这中间太惊险，我会不想知道。你们有过这样吗？当我知道结局，来自星星的你是结局是这样，我就知道这中间我就轻轻松松的看。当我们知道结局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就觉得好像我比较容易过得去。所以今天我们的要学习你知道你的结局是怎样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的结局只定义在最后的那个目的地，你知道是哪个目吗？上面有十字架那个。如果你的结局是那里，那你不会有盼望。但你的结局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是永生的。你从你的结局，你从终末来看现在你所承受的，那么会影响你今天你会怎么样来做决定。那我们看到这个记忆是上帝所赐给人类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会不认为是礼物，而是他人生中的障碍物。以刚才那个太阳饼，我有一个剧团的好朋友，他不敢吃太阳饼，他也不敢看，他不想。你不要跟他讲太阳饼，可是现在打开电视都是太阳饼，什么原因呢？他的家庭因为一盒太阳饼，整个家庭都改变。因为有客人来到他家，就显然从台中来，给他们一盒太阳饼，他们就想着急着要吃。他的弟弟说：“走啦，走啦，走啦，我们去玩了啦！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吃太阳饼了。”哇，来，我们吃一吃就聊天。哎，弟弟呢？弟弟呢？弟弟呢？当他们去找的时候，就找不到，到天黑还是找不到。弟弟已经在哪里？已经在目的地，在人生的目的地，因为他自己跑去河边玩。他姐姐，他上面有4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儿子。他的姐姐懊恼一辈子，为了什么？太阳饼。所以人的记忆，神给人的记忆，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的姐妹都成为基督徒，就是他好好去面对这个记忆。怎么样面对这个记忆？这个记忆让他人生上半场，他们全家都在那种忧伤、悲伤、懊悔、自责当中，特别是来自他父母的指责。那么，如果我们一生中有这样的记忆，那么今天晚上神要释放你。好，怎么样来释放你们呢？我想这个记忆是神给人的一个本能跟礼物。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群体当中也有这样子的记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好，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群体当中，如果看到这是什么节，在门上画一个用羔羊的血抹上去，就是什么？就是只要有抹这个红色的血的，就代表怎样？这一家人跳过去，所以这个叫做逾越节。这个是在埃及这个犹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为奴被埃及奴役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差遣耶和华神差遣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解救他们，不让他们再被捆绑，不让他们再变成奴隶。于是就跟他们讲，好，10灾之后最后一灾就是法老不再就是还是阻止不让他们可以自由的离去。于是呢，就在这个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做？明天最后一灾是最严重的，你们要怎样杀这个没有瑕疵的羔羊血？本来是你们该死的，怎样有一只生命的羊为你们而死，所以抹在你们的墙、你们的门框的上面。只要这个天使是要执行任务的，看到你的门上面有这个记号，有这个羔羊血的记号，他就会越过
所以这个叫逾越节。越过你家，不会把你家的头生的长子杀掉。你是头生长子的，请你举手。超多的哈，好，请放下，常常要想逾越节在你家好吗？好，就是有主的宝血贴在你家门口，那么这个死亡、这个灾害会跳过你家，只有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每次想到逾越节，就想到他们曾经被困在这个埃及400年，成为奴隶，而神透过这样来解救他们，离开这个被掳的之地就是用这个记号，就是逾越节。还有他们看到什么驴子，还有看到这个什么那个植物，就是棕树枝。所以我们明天开始就是这个所谓在我们教会里面棕树节期的开始。棕树节期就是从明天棕树节期，等一下会讲这段经文开始，耶稣走上耶路撒冷，他就是要走上这个为我们死的道路上，到第5天他为我们死。好，那礼拜天的时候他做了进城，人家喊着什么？和撒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进入这个当中。来，那所以呢，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如果在当时候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看到这样的记号，他们就让他们想起怎样逾越节，会唤起他们在心底层最深的那种渴望，就是说，是啊，是我们有一个被解救的这个记忆。对啊，我们想起来，我们祖先跟我们一样，曾经很苦，曾经是人家的奴隶，我们被解救出来。所以在今天的经文，耶稣在世上这个一路上，在他过去30年，甚至到最后3年当中的服事，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到最后他就要进入耶路撒冷。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在3年的服事的世上的人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现在持续在做。可是，在那时候他是非常非常低调，总是跟人家讲不要告诉人家，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但是今天不一样了。耶稣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伯法其，经文说跟伯大尼之间的橄榄山，他们准备就要进城，要来过逾越节。在这个节期当中是非常敏感跟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就有被掳的得释放的机会，所以在当时候在这个耶稣那个时代执政他们的，我们刚刚是不是读以斯拉，对不对？就让我们刚刚会前读经是读以斯拉，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本地去，但是他们的国家一直都没有恢复，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一直都是在人家的国家里面生活。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呢在谁的掌权下？刚刚我们读的是波斯，对不对？好，现在的历史已经来到哪里？耶稣那个时代，这个他的耶稣的时代，这个执政掌权的是什么？什么吗？还罗马。哇，这个罗马在掌控他们的时候，在这耶稣来到这个时候，他们要来过逾越节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罗马的政府放了多少的兵，重兵布置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现在也一样。因为耶路撒冷城从历史历代来都是很多人想要在那边立足，那边很多的战争。犹太人他们要进城，他们要去朝圣，这些执政者罗马兵丁一定怎样放很多的眼线，你旁边的可能就是眼线，不能乱讲话，因为你乱讲，只要让他知道，他就把你抓起来，因为他想要保有什么他既得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是超紧张的，每一次逾越节都超紧张，因为每次逾越节在他们过节的时候就想到这一位主在读的圣经，他们读的旧约跟我们一样，就会看主不是要来救我们吗？主不是要来救我们吗？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要来进城，怎么样子进城呢？你们猜，他们在橄榄山，对不对？在经文里面讲橄榄山，那么橄榄山是在哪里呢？橄榄山其实呢，就是在离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他们想要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来进呢？你猜，在经文刚才讲，
很近的地方多近？就像从教会里面走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市政府，走路多久？20分，对不对？大概2到3公里，20分的路程。那么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走。好，那耶稣怎么走呢？是用走的还是骑驴子呢？好，我们从经文里面就知道，过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怎么样来安排这一切。好，那在这个城里面呢，每个人读了旧约跟我们一样，这个旧约的以赛亚一直宣告的一件事，说什么？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在这里更多是西安的女子啊，因为他们在那时候就预告，我们要成为未来这个神的心腹哈，就说，所以他在这边就讲，他的原文就是用女子啊，西安的女子啊，西安的居民啊，你的拯救要来了，你的赏赐在那里，你的报应在他的前面，所以他们不断的在期待着说怎样啊好啊，我跟你讲，今晚你罗马军兵，你怎样欺负我？有一天你看看哦。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哦，所以在以赛亚62章11节有讲了，一定会应验，所以他们就有把握了这个，说是会应验他们的屈辱，有一天他们要得着这个报复的一天，总有一天他们被欺负的要加倍奉还他们，有一天他们要得着这个报酬。那时候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还是抱持着这个弥赛亚的期待呢，是怎样光荣没有错，会光荣的来到，但是他们的意识里面却是认为要报仇的日子到，他们所期待的拯救是怎样，是像大军一样，是让他们可以把过去所承受的都能够报应出来，他们希望这一天是上帝的公义的彰显。我们看得出来，犹太人他们期待的神的话应验，他们知道会应验，但是他们期待的是那个暴力，期待的是强势的弥赛亚，跟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啊？难道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情况？你是被困住吗？你有没有一个渴望被拯救、被解救？你希望怎么被解救？你是因着你的脑中有一天搞啊一给，你要10倍奉还，是这样吗？看起来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期待着，这位弥赛亚是强势的，是成功，是拥有一切。那么犹太人他们的期待跟这一位耶稣有吻合吗？有没有吻合？传道不晓得，我们继续来看就知道。在那时候，耶稣呢，从经文里面看，他们说是看起来弥赛亚要到，因为这一位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应该就是这时候，耶稣也跟他的门徒来到了这个进耶路撒冷城的地方。于是他打发2个门徒，就说：“你们去那个村子里，你们会看到一匹驴子在那里，你们跟他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主要问他。”我们的主权能这么大，能够安排驴子的事，能够安排未来的事情，为了就是要应验圣经所说的那一句，而驴子也愿意耶，连这样的驴子的动物都愿意被神用。他这边说主要用，连驴子都知道主是谁。你知道神也要用你吗？当然，你比驴子聪明，你比驴子更有智慧，因为你有记忆力。我们刚刚讲，这是动物没有的记忆，连驴子都愿意顺服，驴子的主人也愿意顺服。传道相信，在你们生命中，上帝在你们还没有
出生就已经命定给你们一个，只有你们能够完成的任务，主要用你。你愿意像这样子很顺服的说好？这个当然驴子不会讲好，但是他就跟着被神来用，而且成就了在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继续要怎么样来说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说的。怎么样呢？就是对西安的女子说，看哪，你的王要来这里。这个王是温柔而且骑着驴子的，这不是马太福音这里写错了，这应该是撒迦利亚第9章第9节，这里错了这是撒迦利亚，也是在旧约的时候，所以可见呢，这个王来到早就已经预言是温柔，开什么玩笑一个君王是温柔，那他做什么事啊？我们不是期待的那个可以为我们报复的吗？不是期待那个可以怎样大军来席卷的吗？怎么会是这样子弱弱的？继续要看这个弱弱的，还骑着驴驹，骑着驴跟驴驹，驴驹子就是他的小的驴的儿子小的儿子。请问这个可以下一页吗？好，所以他们这个驴子就来被这个就被牵来进城，要来被耶稣所用。你想只有2、3公里的路耶稣一向低调的耶稣居然叫2个门徒讲砍一架驴哎呦，更是砍背还牵驴子，而且一向是低调的耶稣，今天居然要骑驴子进城。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大家都用走路，大家都是走路，只有耶稣骑着驴子，而且一次看起来是骑几只驴子2只1只是驴，1只是什么？驴驹。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骑？上面要铺什么？驴驹不是这样跨下去骑的，驴驹是这样，2只脚并是侧的。所以，耶稣愿意按照神的话应验的话来，就这样做，看起来是很奇怪，因为他一向低调，为了要让大家来注意，于是他骑着驴驹进这个城。我们看到这个进城以后，这些这个犹太人一看不得了了，为什么？哇！这是不是看到驴子就是救赎的日子来了？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经文里这个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就讲了这样：西安的民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的来了。就应验了怎样？这个圣经早就讲说要骑着驴驹跟驴跟驴驹来了，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就想，哎呀，这是多大的暗示啊！都是罗马的军在那边等候监视着，你不能随便讲话。他们心里盘算着，他们心里开始想起，应验了逾越节，骑驴子进来，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喽。这是什么时候？于是他们就开始有暗号。怎么暗号呢？在圣经中其实呢，有一段经文呢，是在我们的新教的圣经是没有，但是在这个天主教里面，我们叫做次经里面就有一段话，他讲到说怎样。讲到在耶稣出生之前，在差不多150年前，那时候那时候执政他们的是希腊人。那时候希腊人他们曾经有短暂过的反抗革命成功。那时候他们成功的时候，短暂的进这个城的时候，他们就是挥舞着什么？就是挥舞着棕树枝。
所以他们心里想：这位耶稣不是曾经讲过吗？说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油来膏我啊。这个耶稣说他叫传福音，要给那些贫穷的人，还差呢耶稣他要报告好消息，要给瞎眼的能够看见，受压制可以得自由，报告怎样神那个使人悦纳的这个喜年。那么就是这一位啊，这一位他曾经讲过这些话，而且通通怎样到位啦。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醒他？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醒这位耶稣啊？怎么样提醒？又不能怎样？又不能够这个有人监视之下，又不能很大声的来讲。于是他们就用一个暗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看到四福音书里面，只有在约翰福音有提到是棕树枝，其他的福音，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只有讲到什么树枝。也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记忆，是在怎样，在耶稣出生前150年之前，他们曾经用棕树枝来反抗革命成功。于是这些群众就开始这样举起他们的这个棕树枝，开始喊这样：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的这一位主啊！你要成为我们，何塞那就是现在就来拯救，现在你搞听这些群众是这样子呐喊，这样子呐喊，他们的欢呼是把他们的期待都告诉了耶稣，就是现在，你不要再等了，拜托不要再等了，就是现在，就是谁？就是骑在驴子上的你，都跟圣经是一一应验的。但是耶稣的期待跟民众的期待有一样吗？民众期待的是一个什么？强权君王能够拯救他们，不让这个罗马政府再辖制。可是耶稣的方式是什么？是这个，5天后，4天之后，他要被抓，第五天星期五，他就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自己说，他说这样：父啊，倘若可行，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知道这一条路，十字架上的路很苦。可是这是耶稣的命定，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因为这杯是苦的，离开我。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本来是我们该死的，因为他救赎我们，替我们死。只要你愿意相信主，你十字架上宝血，你可以替我死，当我的罪，带我去死。从哪里知道有这个印记，像逾越节一样，不是在你家的门框上面有血印，不是，乃是你的十字架。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使的血抹在你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在灵界里面，我们对灵界认识真的太少，但是唯有透过祷告，你可以知道你是有一个印记，拯救的印记。只要你愿意相信这个拯救的印记，他要救你，你就跟死亡永死没有关系。在你有限的人生里面，在你结局已定的人生里面，目的地不是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结局是在永远永生。如果我们从永生的角度来看，现在你所受的，你可能不明白，你过去所受的伤害的记忆不明白，但将来我们可以问神，我们就是有这个盼望。但现在问题来了，在你还没到目的地之前，在你还没有生命的尽头之前，神有要你去完成，有你的命定。传道有讲，耶稣的命定是上十字架，那你的命定呢？你的命定是什么？那个命定就是让你只有你可以完成，你每次去做它，你就感觉到我生命的意义。
你愿不愿意顺服去做？你愿不愿意顺服？如果你不愿意，那么就很可惜。神命定什么？神命定要拯救你，因为他的心意就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要人人都能够得救。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么你的结局就到了尽头。到尽头的结局，哪里有盼望？我们的盼望真的在于神，我们的盼望真的在于你愿不愿意顺服。神给你自由意志，让你选，你选哪一边呢？传道真的愿意说，亲爱的大家，如果你有任何在你的记忆上面跨不过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次去思想神在我们当中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正确的记忆，好吗？这个受难的记忆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跳跃，帮助我们跨越那个被镜头所限制的结局。我们的结局绝对可以被破格，我们的结局不是只有在人生的尽头，我们的结局更多的是神要带领我们要往前行。中树枝是一个征兆，是一个暗号，是革命逆转的期待。但我们的期待，如果是跟神的定义要我们走的不一样，传道要更多的说，好不好？把你的心意转跟神同频道、同方向，那么我们的人生真的会被逆转。我们一起可以来过着永生的阳光是有盼望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十字架上受难的记忆来医治释放，使我们相信主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可以救赎我们。主，我们有再多受伤的记忆，受伤的过去，都能够被神医治，都能够被神来释放，我们不再被捆绑，我们是有盼望的。谢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